你正在馬來西亞招聘，卻對各類僱用形式感到困惑嗎？全職、兼職、定期合約或自由工作者，哪一種最適合你的業務？全職員工是企業運作的核心支柱，通常每週工作40至48小時，並享有完善的僱員福利。這些福利包括 ETF、Social、ICE 供款、帶薪休假與公眾假期。試用期通常為3至6個月，而解僱則一般需至少提前1個月通知。兼職合約具備高度彈性，這種模式特別適合零售、餐飲服務業或作為額外收入來源。兼職員工每週工作時數少於30小時，並享有按比例計算的福利。僱主需提供明確的合約條款、合理報酬，並建立完善的出勤記錄制度，以維持合規性。定期合約特別適用於短期至中期的專案，若合約期滿1個月以上，則需提供法定福利。在合約中明確訂定期限、續約方式與終止條件，可降低僱傭關係的風險。獨立承包人與自由工作者以服務協議為基礎提供專業服務，自行負責稅務申報與社會保障，並依交付結果取得報酬。無論是全職、兼職、專案型合約或自由工作者，我們皆能確保你的招聘流程快速且高效。立即預約我們的專業諮詢服務。Fastlane Recruit, building teams, powering growth.